你就是我随儿去报是。先生，我要到花园里看梅花去。那你早去早回呀。是。先生朋友，昨晚叫我告诉你，他怕耽误你的功课，我去写信。咦，我弟弟呢？哎，青梅，这是什么？这是我做的画，拿来给弟弟看的，让我看看。
怎么你又来了？儿啊，我是接弟弟送汤药来的。姐姐，贵生，你虽那何问？啊，这是青梅说的话。怎么是他画的？小小年纪有此才华，不愧是家学渊源。在此无事，还是早点回去吧。儿啊，你快快回去吧。青梅，送进我吧，送进我吧。贵生，你到内宿啊，我与王老夫子与话去谈。是。贵生，你怎么忘了礼数了？快快进去。王先生，请坐。这几年在梦里不是新郎，贵生他们四季全场开道，起步，可惜你年迈力衰，身着皮巾，只恐怕难把这重担一肩挑。张军老爷，王老夫子既然身体不伤，还是去早回家养病去吧。张军老爷，我虽家道平安，但不惧富也。此事归身言语，还需我年事教诲。古书城内有的是硕士名流，老夫子不用费心。张军老爷，在上王接受银两，替老夫子正得一走。余生思念你吗？谁那青梅心似水，惧盼两岸不
杀，先生被迫离我去，弟子平替苦啊抗叹，青梅呀我想你念你盼望你呀，何时能与你重相会？小少爷，青梅来了。小少爷，是青梅来了。是我，青梅来了，青梅来了。王先生去世了。你说什么？王先生去世了，青梅无了安葬，得到府上接些银两安葬先生。才自古前世去去将他害，青梅苦苦不依靠，我情理相帮应在。皇帝，你去张王取些银子，好生安葬先生。哎，小少爷，张王与裘老爷掌管，只恐死不得。去把这牛蜻蜓变卖问你安葬先生吧。这牛蜻蜓是你身家传家之宝，你听亲所用，死不得，死不得。为了青梅，我再也不要定什么亲了。拿去吧，拿去吧。去去，你在讲些什么啊？王先生去死了。王先生去世了，可惜呀，可惜。你那个牛蜻蜓做甚啊？青梅无了安葬，我想把这牛蜻蜓变卖问你安葬先生。贵生，这个牛蜻蜓乃是你身家传家之宝，听亲所有，岂能跌卖？王先生与我家乃是私交，与你与私生之年，理当好生照料。王丁在说到撒王去息问你，好生料理王先生的后事。是。去去，去让青梅留下陪我读书吧。不必多言，插他回去。王丁爸爸，哎，王丁爸爸。裘老爷，王先生去世了，青梅无依无靠，让他留在府上，也好有个照应啊。这个那就让他留下吧。哦，青梅快谢过裘老爷。多谢老爷。青梅，我等到早晚拿银子去。
是花，我儿呀去，不是他，这家贵人做成功，留他青梅回他，长安必算要名字。倒不是送他身外，虽不嫁。不要你滚啊！大爷，你晚上陪我到新房里去吧。哎，我不去。嗯，不去？这是为什么？我的心事随身自他话。哦，大爷，你的心事我知道，可是今日来不及了，你还是进你的新房，讨了他的案头吧。你是什么？你快讲呀！大爷，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曲老爷知道啊！我也是听别人说，5年前曲老爷偷偷的把青梅送到你国，祝你过去了。当真？当真啊！我一场思念。
就是神，可怜他红颜薄命受生气，10年真情苦相依，他笑意换了水点睛，怎么样也是我碎了心啊！想不到所在地重相逢，他已是英俊潇洒两生，贵公子言行一致远堂，苦命曾亲等王娟来安城，摔死他大爷亲我真不一些，问摔死他亲，不准看，还是他爷亲亲。心事似水成冤情，偏遇着冤家到门，只见他抬眉伸手照成名，应算是满腹苦酸满腔恨，亲这是乃是王府千金梅花飘零，哪里来的青梅呀？青梅啊，不在风里到世间，归身我是历尽艰难将你寻，你啥子念我知我意，报成一枝心相依。寒梅本无真诚意，风细彩伞心相逼，在这坟门难脱财，王氏公子看回心，亲亲。大殿当了，还有宝殿，摔死他亲摔死他！我要烧香拜佛，请摔死他与我上香插座。是。
请问谁是他？这一尊是什么菩萨？这是弥勒菩萨，他因何发笑啊？他想你聪明老实，忠而孝，品貌端正，心温诚。他想你今宵背后已成亲，听雨惊须好虔诚。他向我一片痴心放一魂，交代菩萨你旨意。他向我夜间缠着知心神，对面相见不关身啊。任凭他心真意切，三承诺，我已是心灰意冷，腊月冰。谁是他？请到罗欢堂去吧。请。东边色车西边雨，好事不轻，恰有情。罗欢堂到了，谁是他？请。这所有两旁皆是罗欢菩萨，请问谁是他？这罗汉不舍，他志在什么？说说罗欢，可以问流年吉凶何否？但不知怎样说法，请谁是他与我说上一说。请问公子问的什么？我要问的是，方有可为，有情人可能成为眷属。请问公子今年贵庚多少18岁。 ？18岁。哎，侬18岁呀？你是哪个家先进来的？我是周家写进来的。对我说嘞，5、9、10、15、18，就是这正常梅露花。这草莓落花，他之后之否？你看他笑容满面，自然之否？是之说来，我方有可为，你愿可成了？落花不是属于你有你去问他吧。草莓落花，草莓落花为生是有伤无
那边姑苏将他寻，我要救他出苦海，我要他青丝挽起关龙旗，东穿红掌记落去，清晨夜话跨路过，送我舅舅无言吹，为我恩师天下闻，菩萨。心对我要与青梅再说不了情啊。难得他不忘记事情，难得他不去草芥，谁可曾我欲长见破解犯规，要草根。你帮我
其此事所致，莫非我为你离家出走一片心？你沿着空门飞自远，起莫要乘船时薄无情尘。青梅啊，我与你是与是在我半生，夜生死陪人伴侬过一生。错人也不言，阿弥陀佛。多陪位，才诉伤眉泪两。表兄啊，我与你是有兄妹情谊长，为什么事情将我偏一旁？弟弟呀，想当初生郎不肯把亲定，你不该将错啊配鸳鸯，只怪你机关算尽枉费心，害得我至今未曾见心郎。放来换文旦上来。是，文旦快来，文旦快来。
文旦叩见他娘娘。文旦，我来问你，明日当听大爷做节，可有下落？这边郭素贞寻不到大爷踪迹。大胆奴才！我几次命你当听大爷做节，你总是自动挖西捕风捉影。今天啥不从日早来，我听着不少。哎呀，大娘饶命！哎呀，大娘饶命！大爷常去的保顺中卿大爷家，桃花木为文作画，还有安堂庙宇烧香拜文。安堂庙宇，方来大娘娘，圣父陪轿，你安尽孝。是。尽孝。你把我画的如此眼睛，里面太是真了。神龙凤彩，这边难以传声哦。你呀，青梅，你怎么了？你到麦子上摘2颗麦子来。怎么？你又要我吃酸梅了？这一位呀，是我要娶你。哦。这梅子酸得很，有什么好吃的？你呀，啊，青梅你，听知夜西开会，怪不得你要我这酸梅。
说，你快说呀！七妹，外面风大，你还是到里面去歇歇吧。四大爷不好了！何止情况？你府上大娘打发一群奴仆来到杭州，沈少侠东京西召见张瑞王，可能事情要败露了。沈老，这便是王事哈。好嘞，真好。七妹，我真想带你去与他接上一决。沈老马上不可，这是转阳出去，不但名声难尽，就是你我也难保治了。你还是上去比一比吧。沈大爷，你还是比一比吧啊！去，沈大爷，快来！大娘娘最好。大娘娘，当家是他，这是什么素材？这是平民士人们的云嘛。大娘娘，里面见了不可，还是请大娘娘到客房用着。咦，是谁在这佛殿用功啊？这是多儿之人在刻苦修炼。倒也难得，我不请来一见。是，子珍，快去见顾生父大娘娘。并你子珍拜见大娘娘。具可具难暖海观世音菩萨啊！烦劳三师他为我点香插座，用我一拜。是。
天。当家是他，万老那原不上来。是，伯伯那原不上来。大娘娘，原不在此。祝你100两生为生。当家是他，这主人100两之人，他是谁呀？这是多年前一位香客捐助的。我大爷10月初落出门，10月初就到你报婚进香，他分明猜你恩主，你还不快与我请他出来？大爷是来过的，不过大爷进香完毕，就暂时到外穿去了，也就没有来过。当真，阿弥陀佛。当家是他，乱傲生父乃是名门大族，事实上被我弟弟知晓，大爷作奸与你报恩有关。到那时可不要怪我不尽澄清了。为父，宋大娘娘，亲爱，你受惊了。大爷你枉为是个红门须贼，见什么门环清规，此事实被大娘知，不枉恩总要告罪。我要你今晚即刻离安去，不许你无端再往来，说是你马家也苦心不是定将举判庭长会生，你要与我小心了。进去乃是我的好运，等你分娩之后，我还是前来见你。让你分开，你还是进去吧。长是谁爱
平天，今晨离岸回家去，再莫将自珍来挂牵。但愿你早日言意平见雨，谁团聚再相见。有情定乃是你我平来下与你做纪念，见情定有时见我面，生苦白玉与千四大爷不好了！你四大他娘，你让我走，随我来了！哎呀，好气！我与你姻缘不上明星瓜，你苦苦逼我太多啦！就个长时将生气，回身倒要为他生机关马路难胜人，红啊以为定一天生马，大众女生命难保，还要看那他去比下去买。回身出事托生担，或许担惊与谁怕？是啊，你念在众你的安慰，可在我腹中的家味，你就忍耐了吧。情啊！四大爷，婆婆，四大爷，四大爷，四大爷。大娘私情到不见他也，大娘娘。
孩儿的退下。是。三是他都与今朝亲手手啊！请问三是他贵姓？说家姓王。我看三是他青春年少，才貌尚洁，唯有出家修行啊！出家人不提说家之事，请他娘见谅。红颜薄命也是一样，像我亚云出身虽是好妇，丈夫又是暖傲名声，真乃无兄无弟。丈夫出门数月，至今不见踪影，这真是腹内重担一肩挑，腹中苦水一身疼啊！比起你三是他来，我倒还是羡慕你呀。大娘需要取消出家之人。像我一个女流之辈，为了那冤家，跑对路面打遍姑苏，今朝这佛门宝地，还请三是他都予见谅。大娘不必如此。像我家大爷乃是生父独子，偌大一份家财要靠他一个人支撑，他在外啥是有个好歹？这叫我是何是好？要逃灵啊！那是你爱花会成朝阳，我
早上相伴送进，原不是赐福他娘娘。大娘娘，三是他，万老当家是他，那原不上来。是。大娘娘，上来。大娘娘，金粉随便，那天老真菩萨乃是不脸无须。金粉大成要红颜有须了。我大爷定在案中，方来神父家园将你案团团围住，今晚杀是手持大爷，我定要踏平你案。是。为父，为父。大娘娘，原不在此。主人300两，一足修建之费。多谢大娘娘。当家是他，不与今朝告辞了。宋大娘娘，宋大娘。三是他，你要与我留心了。只觉得两眼昏花。天只见他口吐鲜血，死去长。你不用伤心呀，我到外面去看看，啥事无人。大爷，你还是快走吧。是吗？前生郎面是土色成婚你，只怕明星才今朝啊！天哪！哪里有不是呀？林子前草，哪里有长生大？能把平啊了，我苦苦的人民爱他，为什么将夫妻两相分旁？我恨不将破多山
一起抬荡，恨不将来应是永恒。王子无能救你残龙牢，我念你呀，茫茫生。
父亲遇不得你了。你不要哭哭，你我起来。四大爷啊，四大爷，四大爷。大娘娘，宋氏中黎明高到月牙，是正是无儿。他们要将田地、房屋、家产、不要外遇再说了。他们欺我女长乱权，无子继承，想要得罪我家产。只要我外遇一口气，他们休想得罪一丝一毫。大娘娘，舅老爷已经到月牙上下当地，你就放心好了。王令，你要见责行事。老奴知道。大爷啊，大爷，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哟？皇帝爸爸，丁大娘去夫人带着小公子前来传话。表姐来了，快快有请。是，有请去夫人。表妹，表姐来了，请坐。
听说表妹身体全恶，怪得来小儿得来探望。表妹归阳时候已经好得多了。元仔，快去拜见姨母。哦，元仔拜见姨母。罢了。这儿是曾相识，真像我14也想的神鬼神，生得聪明有喜人，可惜不是我呀云生。表姐，这孩儿是小儿元仔啊，元仔，来，放来去拿点鼓来。是啊，元仔今年几岁了？8岁，可真读书。读的什么书啊？遥遥琼林，能接吗？列字一孩。哎呀，真聪明！大娘娘啊，元仔，妈。我看表姐年过半百，这孩儿便算是灵来的。啊，表姐，我的病你是知道的。我要是也有这样一个孩儿，我的病嘛也早就好了。哪怕元仔过几节年也就是了。此话当真？胜过继母是元仔的造福。哎呀，那我就把元仔接进府来，你看这啊，表姐。表姐夫去年亡故，你孤单一人也是寂寞。我不搬进府来，我们姐妹同志也好有个照应啊。这个，哎呀，表姐，那就依你吧。啊，元仔来，元仔快去拜见母亲。我怎么又一个母亲啦？常是姨娘见你是爱，你就顾及着她了。哦，元仔拜见母亲。起来，起来！哎呀，儿啊！转眼实在风雨上，四手起风也凉，此情啊。
并非其心生，小书上提示一再爱呀你，无心无力爱中长，我的父你嘛有处为红子，我的母是心宝贝言字旁，分明是我母心生为秀才，无名之争才安堂，放过安堂无情所无手安堂见母前边一道八瓦庵，有娘母娘，我全去进去放一放。是他，开门，开门。耳听开门声，像是婆婆为。毛笔给他们，莫不是我来眼模糊看错人？也许是想看到来，是他开门。门外敲门是谁？有生祈愿在到此，万老师他开门。请上台，带我开门来。公子，请。是他，请。他为什么四次相将？这个人的神态好生奇怪呀！宽公子这身打扮，莫非是为结缘公吗？真是，请问是他法号？并以名唤知真。知真，你好，这个名字高雅的很，
高雅的很呐。请问是他是幼年出家，还是中年出家？凭你乃是幼年出家，还来书房已有20余年了。事实上来，是他已有30多了。真是。请见员工到客堂用茶。不，我要烧香拜佛，还让师他引路。是此见员工，请。今有喜，喜事两天下尽多同名人，为何他相貌是此相归身？为何他听到名字深色情？是他。用宝莲到了，是他请。自来我香烟飘渺，紫云间。长伴城中写联手，何相思悲又长夜。我到怀中来寻我，不知来发扬城乡与天。是他，这是一尊什么菩萨？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海观世音菩萨。我要拜唱一拜。凭你与你上香插座。观音他是天庭真，下跪愿在寻母人，你让人保佑我母子重相聚。
雄鸟语在诉今生。听说情愿心阳情，不与我心中梦一起。结缘公是你灵堂何时离开你？你母子因我两离分。你母子是刚出生，13的原因不知情。有菩萨帮与你母子早相聚。神态惊慌为何意？望见一盏灯，高高挂起亮晶晶，是他不见已有造火柴，为何还要挂此灯？此灯名叫琉璃灯，圆挂佛前11名，常照33重天上天，下照118人地狱门。先是点过这琉璃灯，今是神得好眼睛，先是你点着琉璃灯，今是眼睛看不清。恨之恨我前世为点着琉璃灯，今世马生好眼睛。结缘公，你上莫有神无细品，真实是前世为点琉璃灯。我常点过这琉璃灯，为什么自己的娘亲认不清？结缘公司今长成怕灵堂见你也曾不清，请问你灵堂是何此人？他家是否万事平？我不知母亲何处人，只知他不富不贫，也是一个出家臣。今年公司我要留神，得罪了神灵随便啊！请到罗官堂去吧。去。今日结缘心娘亲，他母也是出家人，我的是亲自生前儿来，我有心相问，怎样问？等他的光天有意，我不与心也一。
是一棵松子。请问他可是此世生？虽然是相思难分清，松子大有此母意，这松子可与此心。受情换上找情人，每夜思子泪淋漓。30是满为之意，只恐怕这松子不是他是其身。是他。不知不觉不真心，他只怕留结这书生抓定。小手不断可作证，他只怕万一有错，是非生。是他。陆欢当到了，解元公请。是他，请。这左右两旁皆是陆欢菩萨。这罗欢菩萨住在什么？叔叔陆欢可以问流年吉凶何方？不知怎样的说法，请使他与我书上一书。请问解元公是问功名问婚姻，是问取财问访语？我是问寻母可得相见，结母可得相成。请问解元公今年贵庚多少18岁。哎，18岁，18岁呀！啊，你是哪只决心进来的？我是周决心进来。带我数来。1、5、9、10、18、恰恰也说到这一阵，如今郎君的美望见下娇儿自己不离心啊！我怕你怎么哭起来了？啊，我不准哭，我在念经。念经？念什么经？罗汉经。好，说罗汉，我要念罗汉经啊！真是。那你怎么不念下去呢？就是这阵长眉罗汉。哦，这长眉罗汉作何之法？你看那骁勇莫面，自传之法。事实上来，我们母子可以相成了。罗汉不是所有灵验，是他。
哎，并你并非罗汉，怎会知道？长眉罗汉，长眉罗汉啊！从小白马跑出门，18年来无度过，错把他人做上去，解放民居长太难，生我是윤娘娘来护娘生，原在不知谁是母，你总能知道源头请到根。夫杀，我问你为么要做他是谁？事情不分为是红尘。为何他是我老婆草里
金袍黑儿，可一场。还想娘亲往灵窟娘想娇儿泪盈眶。恨则恨，死心狂，神经阴险。张国勋欺故里，必生好一我，海参郎欢恨你了凡，我自真莲蓬有心。孔君子攀援在黄安落天，他偏无修前程不枉阳，亲戚朋友不理睬从，是难以进考场。儿啦嘿，你身为监院贤臣。
谁知道娘的子听扬长可怜他我愿谁苦守八生，青灯望君苦悲长。尘世间唯有缘在情国中，我不体谅，谁体谅？怕什么仇来？怕什么心？儿与娘同享天人去一趟，是他开门，是他开门。门外敲门是谁？是娘子来了。青牛公，比你身体不少，不能奉陪，望请见谅。是他，是他，娘子我要烧香拜拜完了，是他应该方便吧？是他。青牛公，比你久病复发，不能开门。你快回去吧。此事愿在告辞了。先
下儿吧。母亲，你是谁家孩子？母亲，谁是你的母亲？这是恩堂，我是你姑娘，你不要胡言乱语，骚乱法门，请归。母亲，请看。人言人语刺人心，怕什么出家人难应做家事？怕什么金榜不能来提名？只要母子能团聚，千山万路而单程。娘啊娘，富贵荣华，荣华富贵而不相去同修平。我本色，不关心苦去愿堂过一生。我把这三归无解，无解三归。前方。
内生真情莫问对，王生郎眼前的水皆是穿，为生闻相左高许姑娘，报声郎呀云远把杨谁卷，今日里天中神元，你为罪，不为我18年苦守，得断恩怨。这是你弟弟的图用，他生你。母亲，弟弟在这里。去，娘娘去。
见外祖，兼顾母亲。外祖，我的婶婶娘亲被我接来了，令他进去。是。有请母亲。此今是新郎一个院长，院贼儿张他归中风求信，我生死早已知途为啊，生命到付以后尽。大娘娘，禀你几岁？王子珍，你还有何面目前来见我？你还不快与我跪下！哎呀，母亲，这番之事断断不能全怪我婶婶娘亲啊！元哉，你不要多讲，参猜也罢。母亲，元哉，站在一旁，不要多讲。娘，王子珍，你还不快与我跪下！母亲，为娘听听。凭你身为何才，请他娘娘明此。你身为佛门子弟，更应良家子弟其才也。那孩儿亚运3次岁末，你上欺神圣，下问众生，将贵生这么儿子其才孩儿？那三，你于是其父抛弃其子，其才三。母亲，元哉，母亲，娘。红颜。
堂，就应该同享天伦为寂寥。养母生母一盘养，才惜前儿子俱往尘欢笑。劝母亲休长恼，看儿坟上把钱结下。元在，她是你的生身母亲，你堂堂结冤，岂能真正下贱之人为母？外祖，你负罪不报，此为不孝。我明白了，你们骗我生身养亲情妇，原来是为了加害于他。哎呀，母亲，众家庭有，与我问他，他令死罪。你这不孝之子，你不背他必死，为了前程谁挂？他罪孽深重，为娘今天绝不饶他。母亲，元德，你不要苦苦哀求，你与我起来。娘。还不与我夸夸同岁？去吗？谁管同岁？元德，你。是谁害你无情城？是谁插山好姻缘？是谁分离我所情深浪涛？
为何要杀蔡安门？冤贼儿为何有娘不能生？谁与冤死与跟风，方能问你不亲，冤与推杀于此，我自身本是亲他生。你孤官把儿子成，总算我怕领家身也万贯老老草草，与万不服从。张老爷，我自证无才，才快何谁是你？老夫何才之有？你将何人愿心外破城其才也？你别使我无欺我年月，逼我是按妻才孩。你说是女儿30岁按归身配的儿子，今日你用公民简直逼迫自负上我家嘿，无辜张国勋啊，张国勋，我看你倒是才难逃。哎，他身前杀气好厉害，反将老夫累着才累着才。我岂用要你这狡辩？宗家的，将他赐死金离开。哎，关头18年前，他也为婚事不满一路而走。你3次虽案，他也病死在案中。如今元贼少爷已长大成人，你要处死3、4胎，元贼少爷岂能保之？大娘娘，你然而依靠何人？千万不能重蹈覆辙，请大娘娘三思。请大娘娘三思。你烦我，真恨我，无奈去岁，往事历真忘。当初生郎与青梅两相爱，
是弟弟爱是全抛弃后在，将来的婚姻真为缘，我18年相思苦难3次虽爱才生郎的命啊，到头来只是记过往事悲。今生缘在深情娘，我怎能是非不分在家儿啊，弟弟呀，女儿再难生也命，几种草生死不能同遭风霜雨雪望你莫记前言宽兄押云长亭来陪同阳明